要支持一下。哦，爆爆肉丸吗？爆爆肉丸吗？我心内思无的人，这个今仔日小可怪怪。你怎样离开阮的身边？叫我为着你，每日心疲惫，轻轻诉无你。心爱心爱的，的，紧紧紧等等爱阮的身边。谢谢，今日到这，多谢大家，多谢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都开心俩，都开心俩，嘿，都开心俩。其实今仔日要来讲一件做正经的代志。哦，所以你用这条书包的人来起稿就对了。咱开始有一部新的剧，叫做《老古婆的古董老菜单》。老古婆的古董老菜单。伊的主题曲就是这个主题曲。哦，そうです是啊か，原来是如此哦，就好听吼。是啊，迄是咱华视跟公司台以来做伙推出的一个戏。啊，就我所知影的吼，这老古婆的古董老菜单内底有足侪台语通啊学。你敢有看？啊未？啊未看，我还未看。你还未看？嘿，我还未看。我第一集跟第二集我拢看。嘿哦，安尼好来，你来发挥者。啊，我要发挥一下。譬如讲，你看第一集到第二集，是啊，有人甲我讲，这内底有足侪台语通啊学的。譬如讲，会当学到啥物台语？譬如真水的台语。我看到一个书，我真正看无。你看无？是丹炉。来啦，初次见面，等路啦。什么意思？丹炉你看无？是。丹炉就是有无？我若要去恁兜找你啊，是。啊，我会炸丹炉去看你啊，啊，你就是伫路边啊等我来啊。哦，我甲这个。我伫底下安尼等。嘿啊。玉珍姐要来啊。丹炉对无？啊，丹炉甲盘手礼到底有啥物无共？是有啥物无共？咱即摆来讲，这个丹炉甲盘手礼到底有啥物无共？真侪人拢搞不清楚啦。有啥物无共？嘿，到底有啥物无共？好，譬如讲，你今仔日来阮兜拜访，你炸丹炉来互我。是。啊，我回送一份盘手礼，互你炸转去。安尼。哦，安尼你知影丹炉甲盘手礼无共无？原来是安尼无。你来阮兜拜访，拜访我，你炸丹炉来拜访我，啊，我准备一个回手的礼，盘手礼，互你炸转去。安尼，这叫做盘手礼。哦 ，OK 吗？所以咱伫这个老古婆的古董老菜单，拢会甲咱讲到这点对无？是啊。哦，对对。也毋过有的台语人就伫遐咧讨论这个剧的名。咱的剧名叫做《老古婆的古董老菜单》，讲这三字老古婆无好听，因为有一点点啊歧视的味道伫内。因为讲老古婆主要是咧讲咱剧中的这个女主角，啊，伊若像。食到30几岁还未嫁哦，30几岁是无？啊，伊就一世人到迄落拢无嫁啊。哦，伊拢无嫁哦。系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老姑婆是咧警惕迄种。是有一点仔歧视的意思，啊，第二人讲啊，年岁遮大，啊，哪嫁袂出去？啊，就亲像有查甫人的老姑婆，啊，查某人是老姑婆，是哦，安尼吗？我当作我到60岁还未娶某，对，变老姑婆，我叫老姑婆，是安尼吗？是啊。哎呦，啊，查某人就会互警惕讲是老姑婆安尼，啊，所以就网友敲电话来讲，哎呀，这个名号了无好听，啊，但是吼，因为当初是这个创造人的迄种理念。伊毋是要甲人警惕，伊主要是要吼以这个故事为中心，要来讲这个女主角的过程。是啊，所以才用这个名，都无警惕的意思。是，所以请大家继续甲看落去，你就知伊为啥要用这个名。咱阁袂当甲讲剧情的行较对，因为即马当咧报呢。好，这个礼拜日暗时10点，是，大家准时来收看。是，嘿，你就知影为啥物会号这个名呢？这个剧内底吼，讲到一项物件，嘿，就是菜单。菜单。古董老菜单嘛，是啊，所以讲到菜单哦，我就想着最近啊，5日节的时阵啊，伊有足侪人开始伫遐咧讲迄肉粽，对，北部粽啊，南部粽啊，还有中部粽啊，还有中部粽。无啦，我讲算错，无中部粽，有当时啊肉丸，北部、中部是用煎的，南部用吹，啊北部咧？北部肉丸，北部肉丸。
哦，这个肉丸就算中南部的这个小食面啦，嘿哦，啊，阮的是啊中部真仔拢用煎的，是啊，好食，是，嘿啊，搁譬如，嗯伫个台湾无共的县市内哦是底，大家拢有无共的惯系食的诶，烤面哦，早顿哦，早顿，伊个老古辈讲拢老菜单内底啊，伊就讲大稻埕的传统的早顿，就是青草茶，啊，搁鸡鱼米粉。这就是咱大稻埕乡亲上界华念的这个早顿，我完全毋捌鸡鱼米听过。粉甲青草茶，其实我嘛捌食过。但是我捌听人讲过，嘿讲遐足有名。是哦重点是即摆去食敢要食有鸡鱼米粉甲青草茶，我嘛毋知呢。咱另抓来找看咧。好啦，感觉看起来就足好食。好啊好啊这是大稻埕诶乡亲咧食的早顿就对啦。是啊是啊。除了这个大稻埕之外，咱其实台北人啊，台北人都市人上爱食啥物早顿？三明治，好啊，讲到这个三明治，台语边怎讲？讲实在，我三明治我拢讲三多一字，这是日语啦，哎，这是日语啦。要毋过咱但是小编甲咱讲，咱的小编有甲咱讲一个，这个三明治的台语我真正学到，学到是啥？因为三明治是用啥去做的？小胖。小胖，然后小胖内底够肉啦、菜啦，哦。所以咱就会当火讲腿啦。对啦。薯饼啊。肉酥啦，咱就使讲是小胖糕，甲咱的润饼糕是同款意思。所以原来三明治的台语会当讲叫做小胖糕，是，台北人较惯习食诶小胖糕，啊个配咖啡，这是都市人真爱食的早餐。像我这个南部人啊，到北部了，我嘛感染到爱啉咖啡的这种惯习。哦哎呀，啊，我也是无介意这种早顿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无爱食啊无你拢食啥，我无爱食咖啡，你不爱食咖啡，啊无你早顿拢食啥？我爱食迄豆奶甲油炸粿。有食过？哦，好吃嘞！好吃。哦，一些耶。我觉得还好咱先来讲身体观，身体观，身体观的早顿有啥？足出名的。你讲米粉、米粉掺啥啦？毋是米粉尔，毋是一米尔。粿仔条。嘿，身体观的迄个早顿足有特色的，伊竟然是是吗米粉掺南粿仔条呢。是人做伙。南做伙啊，一碗安尼嘛。安尼迄食起来口感敢会怪怪？袂啊，足好食，足好吃两个搭配做伙足顺口。你后一道煮一了，我食看卖。我做伙无好食哦，你爱去身体观食。台中的较好，我感觉台中的袂歹。哦，台中的早顿，台中是炒面，炒面，嘿，哦啊炒面顶管甲淋迄落番辣椒酱，番姜嘿，酱，番仔姜酱嗯，啊，还有食猪血汤，配一碗猪血汤，嘿，啊，还有一个另外一项物件叫做大面大面羹，羹，吼，哇，哇，这个才油咱哦，还好啦嗯，咱台中的乡亲食享受。嘿啊，哦，食到真澎湃哦！安尼哦，炒面面顶佫淋迄个番仔姜酱，嘿佫配一个猪血汤，哦，哦，啊无就另外佫一碗大面安尼羹。食的中昼就醒起来啊，哦，早午顿就对啦嘿，这真澎湃安尼。哎，讲到南投，我南投啊，你南投所以你看，你也唱起来我就是爱食豆奶配油炸粿啊，豆奶我好食咧。我嘛最爱啉豆面，像我当时运动健身，嘿，要了豆奶佫有迄蛋白质，是啊，足好食，足好食。好啊，粉啉，粉啉，这足奇怪，我毋捌看过这种哦早，粉啉足特别咧。哦，这也奇死者。哦，其实其无啦实，就是嘿粉啉，拢是一只蒸盘粿，煎盘粿到底是？我讲实在，我唔知呢。啊，佮有爱淋土豆咸酱酱，土豆酱是咸的，安尼就对安尼足啦。奇怪呢。土豆咸酱安尼。我毋知影观众朋友有食过无？我是感觉这食起来足奇怪。因为啊，当做有婚姻人吼，真正有食过即个物件，所以你通甲我讲者。我跟你讲，婚姻伫阮南投的隔壁，我连工要专工来食这个煎盘粿，掺这个土豆咸酱。我连工要专工来食，食了我才甲大家分享，看好食。啊，顺续我会带一个好好好，无问题我来一个。搁来台南。台南哦，台南拜托最出名，你恁家乡。牛肉汤啊！哦，搁来。我是讲有当时啊，敢若牛肉汤吗？牛肉汤，啊，佮有迄个卤肉饭，吼这是写卤肉饭啊，因为其实阮拢讲肉色饭。肉色饭，而且讲到卤肉饭甲肉色饭，这个北部人甲南部人哦，有啥物差别？讲讲啥物对？啊，反正就是饭内底啊，淋迄肉色。肉色啊，淋的，哦，够好食的啊，有诶，佮淋迄肉素，
恁的油道袂输哦，台中呢，肉酥饭甲牛肉汤，无哦，袂输哦，袂输哦，台中哦。台南的食是全台湾第一名，台南的比你台南的好好啦，莫搁你遐抢，你真爱共抢哦，好啦，其实讲了赶快吃这早饭了。这拢是台湾的好滋味。台湾的好滋味哦，其实花式固另外一个行脚节目，嘿，新开的节目，新开的节目合作台湾好滋味。哎呦，伊全部内底台词全部都用台语念的。哦，足厉害呢，足厉害啊嘿，嘛会当有着台语，嘛会当看到台湾的丰富民情，是啊，啊，搁看到足侪迄种好食面，嘿啊，啊，迄主持人吼，要掠鱼啊，就家己就去掠啦，伫遐拍迄网啊啦。哦，哎呦，所以你会当看到咱台湾足原始的迄种在地迄种是文化，食食的文化。是啊。所以嘛会记你锁定咱华视的台湾好滋味。是嘿，啊，搁有逐个礼拜暗时啊10点来报老姑婆的古董老菜单。多谢大家，感谢，拜拜。我心内思无的人，拜拜。我要爱开发度，开发度。来啦，初次见面，等路啦。啊，我请你食一粒汤仔啦，淑美啊，你赶紧放下离开吧。你的人生哦，你要有一个足大的结束。